嚟韓國冇淨係去弘大啦，弘大旁邊合井站更加係韓國人會去玩嘅地方。開展一系列美好嘅行程之前呢，去整靚個樣先，體驗地道式 K Beauty， 仲要係免費嘅 Beauty Pay， 由韓國化妝品產業研究院經營嘅免費 K Beauty 體驗推廣空間。店內可以免費試用一些中小型韓妝品牌，直接到3樓即場預約，可以免費體驗地道式韓妝。現場預約呢，只可以揀一個部位，個人建議揀眼妝，順便可以偷試下韓式眼妝技巧。如果大家有想試嘅妝容呢，都可以同老師提出。化完妝落到嚟呢，往右邊走就可以直接 shopping， 有好多熟悉嘅韓國小眾品牌呢，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Makiwili、LMC、Marlinde，仲有最近好紅嘅 IU 同父母 Billcenter 都可以喺呢度揾到。行好馬門呢，就緊要嚟拍照留念。特 Film 有別於其他4家商店，佢哋係可以影透明㗎，影一次就會愛上，因為出嚟嘅成品真係太靚啦，而且店內個風格咧非常之可愛，任影都好出片。推薦行到差唔多，介紹呢一間咧真係超地道，好 Q 啊！係一間結合咗傳統同埋時尚嘅韓式料理餐廳同埋酒吧，整體嘅空間氛圍寧靜又有設計感，保留咗傳統嘅韓式設計又唔老氣，非常適合小聚同埋約會。嚟呢邊呢，一定要點佢哋嘅招牌蒜蓉五花肉、芝士玉米餅等，一定唔可以少咧就係佢哋自家製嘅米酒，味道選擇十分之獨特。中意抹茶嘅更加不能錯過，抹茶味非常之濃烈，中和咗米酒嘅酒味，有啲好似喺度飲緊抹茶 yoga， 非常之順，一口接一口。最後咧嚟整韓網最近好紅嘅 DIY phone case， 主打5分鐘就可以整出屬於自己嘅獨家手機殼。作為我家9個傻瓜嘅我咧，忍唔住一定要嚟整一個。可惜嘅係咧，手機殼只有黑色，因此大家喺整圖嘅時候都可以考慮到呢一點。手機殼嘅機款咧幾多選擇，而且內置功能咧基本可以整 emoji 文字都係冇問題。出嚟嘅效果咧味道滿分，但都算滿意。為今日嘅行程畫上完美嘅句號。想有呢啲行程嘅內容，留言加1，整理全部發俾你。分享儲存同交流行程，最終我哋一齊地道式玩韓國。下次見，睇咩拜喲。